哎呀，哎呀，Thank you。다叫做台湾人用的吃着，怎么老的？俺称之于，俺告诉属于。首先，非常欢迎来自台湾诸位法友们，我在此问候你们的谁？俺老早这样人，亲属间呢，他的那吃着是人这个，记住是人这个，看他改变才是的，那他这样家记住是用途，这是的。那这次的翻译讲人谦呢，从小来到这边，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一位汉族的法友，也可以说是我私人的徒弟。总而言之，算是徒弟的话，他算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徒弟了吧。所以也欢迎他来到这边做一个翻译。다른 사람들 로그스 신부래. 신다 로그스 신도. 자자가. 다른 사람들 로정아 정아 치면 로정아 대비. 근데 냐마 용어들이 그렇죠. 请，如果你们之前有来过的话，请举手。用。之前来过的请举手。야, 난 사바디 지라고 했잖아. 용 뭐냐 어디? 之前没有来过的话，请举手。망아지는 용 뭐냐 그래도 봐. 大部分是没有来过的了，肯定是。당연히 어디 너희 자신들한테 장저 자기를 보내 실로님 그때 직송 엔 뒤슈그때 너랑 상고때 와 도수님은 싸워셔 실로 나와 봐셔 나 그래도 지나 하제 쉬어셔 애니 계세 줄로 주보셔 세다다디 너랑 쉬우실로 쳐버려셔 자기라서 너희 자기라는 되게 하래 말한테 야오시도 어다이네 실로님 그 지금 전신보다 애니 나다 말람 아다 시거디 러디에 직선으로 날래 디 터는데 로를 샤신베다네 애니 말람 여기는 다디 태고치 중기 흉용조로 다 상대로 소리지 야오샤요래 之后呢，我们用中文来去念诵心经。那心经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用中文念诵愿消三障唱诵了。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这4句偈颂文，这4句的这个偈颂文呢，那愿你们在唱诵的时候，你们可以了解到词义所要表达的一个内涵，记住词义所要表达的内涵之后呢，在一起唱诵，那这样的话呢，才会更有效果。那因为这一句偈颂文，它代表的含义非常的深远，所以是非常有加持力的一句偈颂文。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始。它包含了大小乘所有的一个内意。大小有东西，我们这算吧。维诺是谁？
维诺，可以开始。
나 야당의 표가 나리야. 시민부 당아 시대야체 마삼주미 싫어 바르지 마제메가 나경고 소소정리 이시지 대수자의 용라 자세로 대하다 가데 바랑가데 바라 삼가데 부대에서 대하다 가데 바랑가 바라 삼가데 부대에서 대하다 가데 바랑가데 바라 삼가데 부대에서 숨 쉬어.年对学我这种更新年金，也是正在行业当中了，偏不讲了，那么新年金一点点种子，看到样的那边头脑那么跟的那种的种吧，年对讲究300少就3000元的用的了啥子了，看给点钱的话，用个碗买吧，tiền买吧，吃饭买吧，当买吧，碗买吧，这买吧，他得的没。这把你是现在吧，这边3000万那么些，他把的了啥子了？哦，有的。다들이 하루 자주台湾的 용에 아니 되니지 장주다 청주 남준 다 셔야지 엔디슈데 라 하루 되기랑 계시 중다 제 와전하러 가이네 직다 중나스 어디는 계시 중다 다 남주 아당에디 천지 시대에 내가 지식지체 지식을 타는 마 지식을 타는 나주 모두 지체 엔데마다 흉마 주대하시 너희도시 今天呢，就是最主要要讲授的对象呢，就是来自于台湾你们这些信众们，那为你们传授菩提道具论。那刚刚呢，我们有讨论到说，希望在菩提道具论的一个教授之后，如果能够获得一个开许灌顶或者开许加持的话，可能会更为殊胜。曾经有这样一个提议。那通常我的一个做法呢是说，我先谈一个佛法的一个内要，一个结构，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结构的一个介绍，让你们知道说什么叫做佛法。那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正式这部论点的一个解释。当然了，机械的，当然的，那么的密苏托维呢，日本当国的那种密集归因啥的。가다 저번에니까 들께서 미 동주 둔수시하래. 다 대참말로 미지고 차대게하래. 다 개시슈디 동네면도 봐. 대원도 봐. 아니 다가는 신경이 상루동야 둔주신다도 면다지 상루동야지 최루도 남지기 싫었어야지 예대버지. 아다 동주 둔주 하스디 참말로 지고 차대게 하래. 이거 둠 대시디 동주 둔주디 예배 그돌을 지고 지게 되게 하래. 시베 그돌에 지고 지시게 하래 마도 지금 본부인 라마 인생 예배 그돌을 맨다지 경험에도 시베 그돌을 맨다지 생에 할람 야마다 카샤카샤 연구도 하다 셴미도가 자들이 이르사데 가다 미 동주 둔주디 참말로 둔주 하지 참말로 가다 지구 차대기 하래. 지 묘모 차단세야 디지털이 많은 상황으로 예대 지구래. 다양 참바도 자와서야 되는데 예대버디 아주 미 상황으로 지구 차대기 하래. 다 언니를 좀 디가네 가셔야 되게.
在谈到一般说法前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呢，我想先跟你们聊到我一般的一个想法。无论我在哪里，我遇到谁，我都会说，我们同样都是人，我们都是相同的人。我会把这个概念呢传递给他们。在这世界上，无论是60亿人口也好，或70亿人口也好，我们同样都是人。就以人的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呢，或者属于人的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差别的。当然，人与畜生或者动物不同的一个特质，是在于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他判断是非的一个能力啊，这是我们人与畜生或动物不同的一个特质或特征。但是就以属于人的这个层次或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70亿人口都是一样的。生的时候呢，也差不多的生法，生相也差不多；死的时候呢，死相也都差不多。当然啦，像是一些官员或者是上司啦，他们生相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啦。那死相的时候，在少数的一种情况下，会可能死相有一点点不一样了，这是特例了。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差不多的。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人，在这一个层次上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我们必须要去认知。我们同样的都有离苦得乐的这个想法，在这一个点上，我们没有差别。我们同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贪，都有嗔，都有痴，这一点来讲没有差别。我们同样的都有潜能，也有能力去爱或者是被爱，具有这种慈心、悲心，这一个的能力来讲的话，以拥有这种能力的层面而言，也没有差别。다 nga랑 samalo 동해 메드바다 대완데바 다 미정도 마세베 튼두 순제로 동해 메드바다 대완데바 찍버봐 다 캐버를 찍디 튼두다 미 투물로 여대베다 대화도 동해 릭찍디 조 공해 시버를 된댕에 다 다 미기 직숙 아니 다 이동명 된데게 타네 디두 나의 자녀 많이 된데게 타네 디두 용대야 엔 대신도 치 로 렉샤 디두 타네 아디 미드 좀 찍어버려도 다 밀이야 캐버를 찍디 가야슬로나 미 남주 찍다 면자죠 여러 삼도 아쉽죠라로 삼도 여대버 디 gembe 야 레도 먹고 싶지 라와도 토고디 먹고 싶지 디 gembe 이류 땡기 깁 뭐깁어야 돼 시라 숙소부 유도 시라 밀라 자 드레이머 인도산에 다 공에 시에바 균의 연대하기 지 디두서야 돼 든두대 지버려라 말한저디 고거야 하랬다 배나 류대다 하시고 그야래 시장 에네 지 수이도 자 변념바 지디디 아주 대자리 대배 연대 가서도 제디 디치고 타네 에네 디기 연구를 배웠을 바이나 다 저쳐보셔도 라 일루제네 일루 땡기 디두스야디 맹해지기 싫어 맹해 든루지베이나 패지 다 그러셔 공해 시베 타네 이스미야 주는 다 다겐 리뷰스로 치래 아주 미인도산에 남주부터네 레도 시부 시베 인도산에 공해 시베 균에 지다 동에 뇽지다 지 대화 망주여도부터 뒤집고 조금에 되지 그 이루를 대등에기 뒤룩 숙성부 시부장서 예바 인도 다디 르 공해 시베 타네 지 그게 대신 기버지베 이나야 샘그 레도그 gembe 뭐지부여나 디세 통도가 죄송아 샘기 나네 지기 이 츠버지기 땅에 내가 들으 시셔버디 배다 내 더든 주스 더든 럽치부지 주고요 삼배서로지기 삼년 안에 지기 일류간에 숙지여베 이나 류부강에 채베이네 디 당도 내야지 나 강에디 안데 general 다야서로지 그봐 세상가 그한테 이류 삼로 동단 이류 디두디 숙체도와 너체도와 조체도와 류 디두디 대충으로도와
어떤 측현식 샤베이나 공의 샤바를 땡땡에기 동해디 심기 이익이 대회 쓰기는 돼야지. 이익이 뭐지 왜 동해디 공의 샤베 땡네 대회 연대 무슨 소고 제니 이 츠부 주베 이나야 디 심기 동해디 쓰기는 못 돼야지. 디사도 와. 这一种的层次呢，我们称为叫做第一层次，这叫做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层次。那人和众生或者是动物畜生啊，不是众生，人和畜生、人和动物的一个相同点，如同刚刚所说的，就是所谓的离苦得乐嘛。那人与畜生或者动物的一个不同点呢，就在于人他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或者是 强而有力的一个判断是非的一种能力嘛。야, 오늘 그냥 잠시 둔 게. 那我们先供养茶，先念那个供茶记，第14页。文殊师利勇士与自在，智慧妙题充满至甘露，广大持教细排美庄严，至圣手持白莲我供养。 야. 음절라리야 봐. 발레기 쳐봐 입에. 음절라리야. 발레기 쳐봐 요하면서. 问有没有供那个饼的这种供养祭呢？还有的话，请念。那你们慢慢喝，我就慢慢翻。所以还有另外一种共同点呢，就是说人还有畜生或者是动物呢，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透过了生理上的一种感受，而产生了所谓的快乐和痛苦。在这一个层次上呢，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人也好，或者是动物也好，都会藉由五根而去带来五受。 那这五受呢，有可能是快乐的，或者是痛苦的。所以透过了眼根，我们有看到了色法，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漂亮的或美丽的色法呢，而产生了快乐的感受；或者是透过耳根听到了美丽的声音，然后透过这样美丽的声音而获得了快乐的感受。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呢，也是一样的。可是人如同刚刚所说的，有一个不同点。 因为人有一个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他看的不是暂时的，看得更远。因为人具有这种其他动物没有的这样一个智慧，因为人可以看得更远了，所以呢，从此而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人所想要的会更多，人怀疑的可能也会更多，因为他所想的不是暂时的。 他可以想更远的关系，所以产生所谓的更多的希望，或更多的期望，以及更多的忧虑，这也是随之而来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人们所拥有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绝非像是动物所拥有的快乐和痛苦感受那么的单纯了，因为人具有这样一个智慧，具有这种的期望还有忧虑，所以由这种期望和忧虑呢所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层次呢，这是动物不会拥有的。 动物们，他们可以通过五根去享受了五境，或者我们在此就称为五欲功德啦，就五欲嘛，色声香味触，而获得这个感受是没有错。但是动物们他们会为此而感到满足，他们不会想要更多，因为他们不会想得更远。我们人并不是说不要这一些，我们要的，我们要身体，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我们要这些五欲，所以我们才称为叫五欲功德嘛。不是说不要，只是说。 因为我们人要的痛苦和快乐，不是像动物那么的单纯，只是仅存于一种生理上所产生的一个层次而已了。因为它有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
一种痛苦和快乐的感受了。所以这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而且透过我们的经验可以比较说，当内心里面充满了焦虑，无论身体的情况是再怎么的舒适，它没有办法克服我们内心的忧虑啊。身体的舒适没有办法带来内心的安乐。可是相反的，当我们内心里面决定一件事情值得我去做，哪怕再怎么辛劳，我也愿意去做，我也欢喜的去做的时候，我们身体会遇到再怎么样的困难，也不会感到辛劳，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是值得的。所以从这种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说，心理的痛苦和快乐的层次，其力量远大过于身体感受，所带来的这种痛苦和快乐的一个层次上的一个力量。换句话说，身体不痛苦，可是心里快乐的话，你是快乐的。但是相反的，同样的，你心里是痛苦的，身体再怎么快乐，你还是痛苦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说，心的力量远大过于身了。哦呀，那这里意思啥呢？他当然咱们就是写的个，还是代表了，当着숨쉬哪里啊？你现在这确实太不舍得，还要的，这个呢，对不起，要的事情呢，米里俺们这儿用不可多了，但对不起，落得住啊，这个事实上呢，没得么说呢，就超过就有300说去，俺老些个就有300说去些，但是落下是中国了的，所以这个团呢，到确实，你中英不的。现在大家呢代表了拍摄的你个啥子，但这几个他们呢，参与大家下，第一套呢，出现 technology， 这都类似啥呢？是俺让子绕家这，但旅游刚才说啊，这旅游的这个推进主要是个地，但出现个套呢，来老不用推啊，参与的出现个套呢。第一就是啥呢？老当着这个什么事情里啊，这个绕马路是掉去带的，第来的参与的，老在出现个套呢，他的米东的谁啊，他调主要这，但早期其他讲的推进地的或主用个原因就是啥呢？但没是特别一季路、切入一季切去带去，对吧？你就大概写这个，俺们的的 Bihar， 加沙、巴拿里啊，南北哈港乡不的，关键口头里啊，让快要嘛的，你的 look，关键口头里啊，Chief Minister， 宋先哪里啊，三届中间的个，突击个定了单呢，俺从 Bihar 俺的牛也见着出来个。绕有些不是，地属的给下去，给下哪里啊？中间的青楼头呢，别行俺的也见如果用到俺们的也见如果热死了，是吧？因为他看到中间的青楼这个用过要么是米，搞来给我热死，加上 Chief Minister 相当于等于拉过人呢，中间的青楼的用过是嘛？到中间的青楼也那么样要嘛热死个死了。其实在民主党里头啊，大家看到可多的调查主要的东西啊，的参与个团呢，出席个团呢用这个样的，实际里面我估计个对的以及的绕路熟悉些，你学校个团了，全部这个团拿重新来说去，对吧？但就是你是不是买的呢嘛？later part of 20th century， 这个，但超近呢，这个班长跟南党，其他也会有点个就拿来什么没机会用的去，什么没机会的，每个团呢，谁推也买得不起，是吧？但是出现个团呢，什么机会说推也买得不起，但是这个，但是因为现在什么没机会的，36块的团呢，东年是啊这个调查主要这个36团呢，但36当大个团呢，开不了全部有得不起，同样的现在但36高了团长3分之1来，能700高了36团长3分之1来，
대다 첩지 체리베 나네. 지 medical scientist. 다가는 신기 brain the scientist. neuron the zuteg. 다 체리부 zuteg 신의 지 레베 젤레 로수 직대 지 가소래 third factor 지 예배 소리다. 가다 다 들께서 아니 즉 similar 정다잖아. similar 유어테베 경기 similar hö로 치니 similar 유어테베 경기 레벨 나래 유어로 유대지. 그렇게 통한다고. 가다씩 삼류 나래 시디잖아. 수구리 판도시다 유대지. 삼류 시비 투다나 수구의 마대 연구 유대지. 다 medical science 타네 다디 통나 사바실래. 레벨 심주층에 들어가기 지금 레벨이 구조자지기 third force third factor지 예배 소르지 다 요말을 루트야 되는지 즉다 태종만 알려야지도 와 근데 이제는 세르버즈 나네 지금 난 셰바사 난 셈삼다 로 사들이야 신의 토나사바지 레데니지 근데 지금 타네 다 들은 이슈에 매자나냐 신의 지금 친구부 땅장다 봐 때대야 멤버체니 미 디두 김상기 디두 지조기 디두 나 삼로 시디에 메든 자와도 사지가 토나 사업실 되기도.我平常有这样去做解释，在我们大约在3、4千年前，有所谓的一个宗教信仰，那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候人们内心空虚，他需要寻求一个心灵上的一种依靠，或者是心灵上的一种依赖，所以呢，他们愿意相信有一个看不到的神，或者是造物主，或者是他的一个皈依的对象。那透过这种皈依，透过这种依靠、依赖，来去解除内心的一个忧虑。但是在200年前，因为科学的一个发展，还有科技的这些等等的研究，所以呢，人们可以透过了科技或者透过了一些机器，现有的这些工具来去解决了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一些不足的问题，所以呢，让我们在暂时的利益的这个领域上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满足，所以呢，使得人们忽略了过去3、4千年前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精髓，反而重视了现有的这种科技的一个发展，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解决暂时的问题。那之前我去比哈的这个省，比哈省的这个城市呢，主要的一个首都呢叫 Patna 的这个地方。那我去那边因为他们有一个佛教寺院要开幕嘛，所以当时候地方首长呢，就先献上这个开幕词，就说到了愿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使我们比哈省呢能够更兴隆。那于是接下来就轮到我说话啦。那当我在说话的时候呢，我就说，如果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能够让比哈的这个省能够兴隆的话，已经兴隆才对，但是还没有，现在还不兴隆，所以真正的比哈的这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是要透过地方首长的努力，再搭配着佛陀的加持，才能够真正有所发展。那这一种的情况呢，一直到20世纪末，在20世纪末的时候呢，无论是经济上或者是物质的这种生活水准上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优渥的。可是人们发现了物质的这种优渥的生活没有办法解决内心的痛苦了，人们发现到这个问题了。于是呢，他们觉得说，当金钱没有办法取代内心快乐的时候，内心的快乐从哪里来？内心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于是呢，人们慢慢的朝着一种内在的一个世界来去探索了。他们觉得说，新的问题我有从心才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在这个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medical science 像是医学，或者 neuroscience 像是脑细胞的这些研究的这些专家们，他们呢，虽然是透过脑细胞来去解释什么叫做心啊，但是在最新的一个研究里面呢，他们发现到说，
好像隐隐约约，他们也不能说完全是，也不能完全否定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有说到一个 third force 或者 third factor， 就是说第三者的力量。什么叫第三者的力量呢？是说到了透过了新的这种冥想或者新的这种训练，它会使我们的脑部的细胞产生变化。那如果真的透过了冥想的一种训练，会影响到脑细胞，会让脑细胞产生变化的话，那这个呢，是不是要归类于第三者的一个影响力，或者第三者的力量呢，或第三者的因素呢？他们现在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了，但是至少，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总而言之，我要强调的是说，他们发现到内在世界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内在世界的这种痛苦和问题、痛苦和快乐，并不等号于外在或者物质上的这种痛苦和快乐，所以内在世界的这种苦乐的感受，必须要从内在世界里面去探索。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兴趣或者这方面的一个好奇心，慢慢的呢，现在越来越现在呢，我们可以陆续的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好奇心和兴趣了。자,这里인도 다 들은 수석지부터 어제 당연히 양초 현실네 들은 이슈부터 도시 사무실담이나 지 생리 야견로야 지 추제 야견로야다 할레브 신디야리 디디 야게 디디 심 차단 차고 상황을 도스 로데디 아니 추제 야게 침부 생리 야게 침의 추제 십지 야게 침부 디디 밀 판도 중요하디 밀 직나게야 배나 두전 선제서로 지금 밀이야 남자 쉽지야 되는데 다 쉽지 않게도 와 아니 먼저서야 돼 미지소 남남네 요리디 이네 거를 믿으면 증리단 도대하지 마도 천적 몸으로 지기 밑 추장 몸자 소야성이 돼 요마로 와. 또 추제 야게치, 천적 야게치니 추제 야게친 배 떼는 때네 다 차단 직벌에디 이내 다 차단기 그게 가서 그래. 지사나 천리다 추제 야게친 배디 차단기 찬역으로 차이르잖아요. 떨어져. 지우직 제대. 대단들의 미몽골로 지gnang 쉬실래 돼야. 들이 차대도. 다가는 신그 쿨육 토할래 쉬우직다 냠냠로 돼야. 들이 좀 벌어. 그래서 들이 인도산에 들으니 쉬버디 남중에 디 캐바든이 들이 세세기도 들으니 쉬버디 나라 미 멍루고 타네 체외 타네 미세버디 미사야 니저스 세요 수도와. 자상가 들은 이슈버디 할람다 세외 들음 슬럽초가 소리지. 미세 창조기 들음에서 럽투야 소리지래자. 자다 들으시기 차와 제니 다 할레베다 세외 가서 그래. 탑시 될 때네 점물인디 원에 지기다 점물이 끼우치. 점물인디 시드마로 침버지기 종연하다 다 들었지기다 차와 중벌이 이내다 차와되기 좀더 상부 충돌을 슬럽투르데 과연면도가 자 들이 인도산에 다 들은 니슈 적지버디 딘제게 다 차와 매버지기 멍주 딘제게 다 차와 매버지기 원에 지다 미군 자신 틈버지기 다 영향하게 용토지야나 다 딘제게 가지고 배주셔고 하지 레도가 그라 디 세리다 취재가 타네 미투부 써야 돼 미세케미도 와. 단 미투부 써야 돼 가르쳐오는 난 쌈을 나네. 자제 써야 돼. 자제 뒤에 되게 계시다 돼. 나라서 동주 든주지 상월로 미치고이 나 동에면도 대한데 버리 코에 동에면도 대한데 버리 사버지기. 간다다 나라서 저물리기 미영조로 낭조 써야지. 낭조 좋아 미직 써야지. 샤주나. 애는 뭐네 지기지기 그게도 세워셔야다 지기지기야 차도쳐야게 애는 시스템도 와 바로 뭐 미지고 인도 바로 뭐 대화 중은 소소셈 기워야지 그래야 내가 델리버리 호와이 유버즈 디스기 your blood my blood
Your blood is my blood. 걔랑 그 강, 是吧？모르는 사람래. 모르는 사람이 메로 강마. 메로, 是吧？걔랑 그 메로디 내 메로레스. 다 책디 봐도 자로 제외나 걔랑 그 둥에디 내 둥에리. 걔랑 그 대화디 내 대화를 써야지. 이 미치기도 두시거든 리그도 같아. 출루 계속해 출루的 그 지속이 배 제림 담에 계속하게 말이지. 미치버리사 그거간에 싸움들 리그도 와. 그래서 딩아도 다 싸움다고도 와. 미 통주 뒤줄 하죠. 어디 싸우러. 아직 미치버리 싸움지. 싸움 대충 아니 차와요 말와. 배지 차도 용하면도 와. 된지지기 타네. 애닝만에 지 시리야 지. 지속 원래 디긴 데 봐줘야게. 다 저와디 다 디간이 제주를 마도 사이언스다 취재지고 타네 시리야게 다 개는 치토하면도 와. 무역 타네 시리용 토야게 개는 치토하면도 와. 다 시리용야게 탑시 가르쳐 오시면 나 삼류 미상마 직교근 두시디샤네. 애니 지기 자와서야디修계속 적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待，20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说，虽然无论是科技或者是科学，它的一个进展的速度之快，但是这不代表说它给人类带来完全是正面的一个影响，也更因为了这种科技或者是科学的一个发展，所以人们创造了大毁灭性的这种武器了，无论是核弹或原子弹。在过去的社会里面，两国之间的战争是真的手持的刀剑就直接砍下去的，他再怎么伤害就1对1的，他不会说你按一个按钮，一个核弹飞过去就瞬间毁灭好几百万人的性命，不会的。可是就是因为科技，也是因为科学，所以人们把它变为了贪嗔的一个人们的贪嗔去使唤了这个科技，换句话说，运用了这个科技的工具，作为了贪嗔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光是科技或科学本身，它并不会有正面的效果。最主要是这个背后，它幕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不只是我这么讲，有一些专家们，他们透过了研究呢，发现到说，20世纪，因为科技和科学的这种发展，我们人类们呢，创造了这种大毁灭性的这种武器。所以呢，让更多人产生这种畏惧。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在20世纪的时候呢，死了200个 million， 英文的话，那就是2亿人呢，大约死亡人数有2亿人。就在20世纪的时候，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也是因为如此，所以20世纪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血腥的世纪，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从这个历史的一个教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点：光是科技和科学，它没有办法带来世界的和平和安乐，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世界的和平安乐才是跟内心的内在的一个价值才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要如何产生互相的信赖，要如何产生一个互相的一个关怀，这才是让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和平的最主要的一个起源呢。这个并不是透过一个科技或科学的这种影响就可以承办的。所以我们在这世界70亿人口必须都要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都是永远在第一层面，也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离苦得乐，在这个点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差异。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普及化，让大家都得到这样一个讯息。我之前去就是夏威夷的时候，那我到当地的人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就说到了：你们身上流的血就是我身上流的血，你们体内的骨髓就是我体内的骨髓。那是不是以此类推，变成说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如果70亿的人口，我们都是朝着共同的痛苦或者是共同的快乐而去努力，而去离苦得乐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所谓的不和的一个危险了。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让我们人类不和了，永远都是安和的、和睦相处的，这才是一个让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嘛。所以光是透过，我再强调一次，光是透过 science 就科学或者是机器，那甚至于财经或者是经济等等，这没有办法跟世界的和平划等号的，
世界的和平最主要是来自于内心，或者大家一个共识的一种认知。자자가 다 미지도 나라리야 그게 되게 수돼야 돼. 밀이야 참지해야 돼. 랑체수여체. 차당 랑체수여체. 다 랑체수여 대베 간다지 똑번 잡면 되나네. 배나 치응어보 랑체수여 대베 찍了 디 심주체네. 제 되던디 아주 룰 팽기도스. 제 되던디 룰 누구도스. 심주체네. 제 니자로 여러보다. 랑체수 여러보다. 다 이내 아주 미 심주체네. 디 펜베 랑시를 샤스 디 다오게. 디 뇌베 랑시를 샤스네. 디파 샤. 라. 지워라. 디는시 낭 삼류 때문에 똑번 잡면 제 gembe 차단 걸로 게인도 심 투등해지. 심 뭐시고 지도가. 봐. ben tundu ben kirjil 대비네 그 차당 자부집에 그 돌이야 왜 기득 남주배 시디로 요된 거 거의 배 추되기도 와. 다 집어로 밀리 집어로. 남주 미하고 싶으시네. 그 차당 자부집에 그 돌이야 미리 남주도 맨다 차되기도 하다. 자기는 인도산에 심 주요에 대상 아주 정말 현실로. 그래서 그냥 아주 뭐 진다 롱라 유미 기득 심리도 신경을 쓰시도 와. 是吧?是吧? 시민다 기장고리도 더 아주 빨라 더 트레이드 샷을 기도 퍼스와 대대서 용득도 사실이 이르산에 어들이 인도 에네 사실이 인도 에네 그래서 다들이 인도 간다 심 주겐디 다 가르치기도 다 참바다 자와스 레인도잖아요 정신이 파 찍찍 잡고차 찍찍 내보차 나밖에 하고 놓고 용문도 와. 그래서 디인도산에 애니 그런 김산신이 대신 기와 밥해봐야. 강사 개그 소설을 차시하네. 지금 자지 로지 참지 로지 여기 있나? 그걸로 되면 혈류 차대야지 그 유아도. 그래서 다들이 인도 치응업을 딱지체네 판단 너바 가리면 딱지체네 아주 돌린 시기요 난시 난 셰베 나네 똑바 담메다 나네 너바 영에 심 주겐기 똑베리 칼칼도 와 심리야 지 시들 중행이 로칼칼도 와 띵안 주 시행과야 돼 계속 살아셔 디체션이 게 띵어를 쳐 말이 최저한의 시베이나 애니시다 다춘주 샤버리 당 아주 점리 용처에 대해 先用个老鼠这样哪里啊？到底这个对吧？的确给这个嘛吧？这个是这个，告诉我的，确定个他来的那个啊的，怎么那个没记录的几样子，谈到到底我就去搞了。那这里印度，安达安做有的有些为 education system 是多啊，的 materialistic oriented education 是多啊，所以da 아주 더럽 디가라 다시네 에듀케이션보다 에듀케이션이 유니버설보다 자상가 춘주간에서는 롭종 제도기 롭종 디나라 다 칭무부 관리야 롭종 체버 칭무부도 제외 간다치 로젠디디 캐시무시라라 대삼라 마샤브셰제 다낭 삼르 로단디디 그 에카데믹라체 노리지나 제가 치매게 시기야 말이 군주게 시기야 말이 그걸 미즈다가 지금 미심 기부주하지다 김장 대부주하다 지소 대부주하 전달이야 심 도단디 다 롭스나리야 레고야지 디 에카데믹라지 purely academic way not religious just one so that transition 통해서 탭 사업이 그냥 더 디지털화 가서 주 beyond religion 사지 도가 랑 통해요 봐 통해요 더 디지털 transition台湾的발전 되죠. 저자와다 내는 유디 디스코레 secular ethics and secular ethics 해야 돼. secular 가서다 secular education 디나라 and secular ethics 디나라 레버치고도. 다디 아주 미지 임베 차네 르버 대간에 다한테 계셔야 돼. 디체. 다 가다 가서 가르쳐 해 줘도 없으나 내가 또 사mol로기
소수 된다래라 소수 랭겐 차디요래 즉 secular ethic 이야기하지 진짜 지난주 들던 게 러야디 지난주 미 개제스 좋아리 미 개제 메는 거리 즉 삼는 안티 샤체 아니 미 개제 리리리 양 소수 초보 양 리리 초보 주스를 봐 저하시 중 저하 용토래 디시자네 미 개제 미 개동了저를 송아 야 미 개동 연도스 봐 저하잖아 미 티개가 안 되더라 저다 딩어서 때 결리주래 다가는 신기대 유루시다는 영어 대회 자주 미주이네 아주 배바주이네 수도 수이네 강당 아주 지 여러 사 다디 최께지고 말이 강다 미스다가 기우여야 다 더나 차용 힌두자네 아다디 상로로 장체 아 상도로 지세지 다들 못한 거지 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人类有一个善良的一个天性，那就是我们需要爱，我们要爱他人，也需要被爱。那在这一个，并不是，这不代表说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天性都是正面的，像是贪嗔，这个是属于负面的一种，也算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了。所以我们人的心灵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它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个有点像是在研究物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物理的一种研究或者是学习，知道说哪一些的物质对身体有害，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一方面的物质，或者哪一些的物质对我们身体有益，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多的去饮用它，或者服用它等等。所以同样的道理，对外在的这个物质，我们都要努力去学习，了解何谓有益，何谓有害的话，更何况是我们内在的世界呢？这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内在世界的哪一些的想法会带来正面的或者积极的影响，哪一些的想法会带来负面的或者伤害消极我们的这种影响。像贪嗔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我们可以知道说谁升起了贪，谁升起了嗔。有强烈贪嗔产生的时候，这个人本来是很宁静的、很温顺的，他马上瞬间就待不住了，会有这种感觉。像猫和狗啊，我们可以从猫狗就知道，平常这个猫和狗它很温顺的，可是它强烈的贪嗔产生的时候，它东跑跑西跑跑，东跑跑西跑跑，它就停不下来嘛，对不对？有时候猫聪明的猫或者是狗会看主人的脸色，看今天主人生气的时候，它都不会靠近主人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连猫狗都会知道说，哦，今天主人有贪心，或今天主人有嗔心了。总而言之，如同外在物质。透过外在物质的一种学习，知道哪一种的物质对我们有利，或对我们有害，我们来去如实的取舍般。同样的，透过内在心灵的认知或者是学习，来知道说哪一种的心态是我们要的，哪一种心态是我们不要的，而来去进行如是的取舍。那我觉得对于认知内在世界的这一个学习来讲的话呢，这是我们必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跟宗教学习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把内在的这种好坏的一个认知列为是一种宗教的一个学习的话，那我觉得这是错误的，那我们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内在世界的一个好坏的一个差别，是为了快乐啊。因此我们必须要远离宗教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应该把这个范围给扩大到让它普及于整个教育系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如果我要快乐的话，我就必须得认知我的内在的想法有正面的，也有恶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正当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受训，或者正当的一个教育系统，来去给新一代的或者现有的学生们，让他们知道说内心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认知内心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全球的一个比较偏普及化的一个教育系统或教育制度来讲的话呢，都是偏在于比较现实面的或者是物质面的，很少去强调内在世界的。所以呢，我一直在强调一种道德观念，那就是 secular ethic， 也就是说非宗教性的道德行为或非宗教性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强调这个道德观念的一个理由，不是基于宗教的信仰，而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要快乐，所以我必须要认知内在世界的好与坏的这种想法，而来去进而的去取舍。所以这种非宗教性的一个道德观念呢，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让它普及化，
那我最近也写了一本书，那这个英文呢叫做 Beyond Religion， 我不知道，听说有翻译成中文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书名 Beyond Religion 叫什么？中文书名叫什么？我听不到。超越什么？超越宗教。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反正最近就是超越宗教 Beyond Religion 여름 책이 차성 사와티. 가능성 대민디 딱딱 말람나요? 그런 줄 하고. 对。所以超越宗教，我最近出了一本书，那里面就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非宗教信仰的这种道德观念，必须要搭配着非宗教性的这种教育制度一起并行啊。所以呢，我觉得非宗教性的，我们谈到道的时候，不要把宗教的这个因素加进来，应该让它非宗教化或非宗教信仰化，这样的话让它普及于全球，普及于全人类。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这样，因为很简单一个理由，我们要的是快乐，我们要今生的快乐。要快乐的话，就要道德。唯有透过道德的一种观念和行为，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快乐。然后这以上的这部分呢，是属于第一层次。但係啲上得顏色嘅寫上，上得顏色啲佢只缺的啲上得顏色係不切，但上得顏色嘅早我吐出啲，我讓做了拍不切呢，啲上不切，那不切呢，啲眼不切，搞得時候呢，대화啲對不對？對嘅啲面對不一樣，啲寫了下邊套了上得顏給寫過了。我们现在谈到所谓的善和恶哈，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善恶的区别跟这个宗教信仰所定义的善恶，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哦。宗教信仰所定义的善恶，不是我现在在此要诠释的善恶。我在此要诠释的善恶的定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快乐有帮助，那这个叫做善。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什么样的因素对我们的痛苦有帮助，或者会造成我们痛苦的話，這個叫做惡。我善惡的定義是界定於在跟自己的一個離苦得樂有關的一個情況下，我來去定義善惡這兩個字。這個上的參與者的些個啊，參與開發的這個，甚至都採用的 fear, constant fear, and hatred, anger，全部呢，also immune system的輸充住我的是。sem hele che sem shidi yaba ina immune system di ko mutun datu yada gabri shukchir do da shikdo daga na singa da yang scientist siga da article tisho jing tonso mi jigzin shira shengen di semnal more stress yoris di re ro da jigzin she di semnal ka kada soso da di jigzin she da soso shen du zan oh da jigzin di kadu ku lu yang samne semnal das ma da yung go ro so di indu people who tell more lies right more stress 的确个什么的 scientific 上的写过的而且就是透过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呢曾经有提到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无论谁平常拥有的这种畏惧，那或者是很容易生气的人，那这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呢通常是比较差的，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差的。那如果这个人平常他不容易生气，或者他刻意就是压抑自己的生气了，就是比较不会容易生气了，比较平静，而且比较不会有畏惧的这一个人，通常免疫系统是比较好的。然后他们有做出这样一个研究，而且呢还说到一句话，就是说我最近读了一个有关科学的一个文献呢，那这个文献上面呢曾经有说到这么一句话哈，谁说的谎最多，他的内心的压力就最大。我想这个应该也是也算是符合逻辑啦，因为就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他在撒谎嘛，所以他很担心说这个说谎什么时候会被戳破嘛，这个谎言什么时候会被戳破嘛，他很担心会被戳破的那一天嘛，所以他内心一直有压力，所以谁撒的谎最多，谁内心的压力就最大。这个长过长下，这个可是我这个70难噻，我个没前面呢，的确给这个人们的话，个说是数个单元的没事就用过，人找我忙用过，是吧？长下我休息，长过长下嘛，是不是？有句是在为呢，超过是搞这个人呢，但没得太重视，并且呢，
파마 빈지세 이메이네 텍진스타시에 이마치베다 나바로 도스탠 대베이나 소 정미지구 쳐로 정미지구 차이인데 loneliness brings depression 对吧所以这个呢，跟宗教信仰的一个介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跟宗教信仰的角度或者诠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只是很单纯的，这是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呢，一个报告。所以连科学家他们也知道说，我们人要正直，不要撒谎。所以这个跟宗教，它不是来自于一个教父所说的，也不是来自于一个出家人所说的，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科学研究出来，真跟我们的身体有直接影响的一个缘故，所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的。所以，确实也没有错。如果我们时常保持一种疑惑，时常撒谎的话，到底我们怎么可能会拥有真心的朋友呢？不可能嘛！到处撒谎的人，有谁敢跟他在一起啊？有谁敢跟他做知心的朋友？没有办法嘛！连自己的家人都会不相信自己了，都被自己家人所唾弃了，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所以一直撒谎的人，他最后呢，会变成真正的一个人，很孤单的一个人。这种孤独的感受会带来什么呢？沮丧的感受。자상가 다 아등이 어디 되게 안다 디 beyond religion 시대디 디 민시디 야 내 다셔 말다 publisher 민도 다버리 나한테 또스 양으로서 beyond religion 지기 최를 하가 소소지 디 고말다 디 최도 만들진 다 셰디요래 이네 셰데베 죄제디 최 사물로기 님부 차디요래 최 사물로기 다 디시르 샤베 토라 이니 떠두지 랭귀어 봐 지금 간다 미주 상부디 다 주로 사물로 띵을 렌치네 다데 야자도야 된다래 애는 라랑게 떠두면다면다 되는 거야 봐 저자 주로 사물로 심어리 신을 높여야지 지다 주로 사물로 내디 샴디 두비여 그렇지 인주디 다다 주 사물로 시즈 미 상주디 실샤베 토라 디 야자도야 차대요那至于这本超越宗教的书名呢，这个不是我取的，这是出版社取的。因为超越好像意味着比宗教还来的更加高深的那种感觉，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beyond religion 就是 beyond 的这一个词，就是说与宗教无关的情况下要保持的一种道德观念，应该是这么说了。那这个刚刚好就是非宗教性的这种道德观念，这个最基本的或者是第一层次的这种道德观念呢，正是所有宗教再去诠释道德观念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是用这样一个基础，或者是说在这一个概念下，那他们再去以自己的一个宗教教义来去做更深一层的诠释。所以换句话说，第一层面的或第一层次的这种道德观念，其实间接的帮助所有的宗教，因为更奠定了他们的基础了。所以我们就是大力的去传播这种的概念的话，其实对整个一个宗教的一个道德观念呢是有帮助的。对，我刚刚忘记翻译了一点，现在突然想到，对不起。所以这种的非宗教性的一个道德观念呢，像你们在场的话，有800个台湾人吗？800个华人，那由这800个华人传授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说这种非宗教性的道德观念有多么的重要，让他们去接受，让他们去认可。由800个人传到8000个人，由8000人传到8万人，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影响到无论是自己的家庭，更能够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社会，还有自己的国家。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真正带来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和平。那不只是在场的华人，还有在此的西方朋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大家传授或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对不起，我刚刚忘记翻这一段。자상가 미 참지 싸워 샤샤베 지 여러 다 잡아 상고해야 돼. 디 야고 여바이나? 최기 떠두디 디 야게 또야 가라 키르셔버 주나? 출루를 때문에 차단 패지 말해. 고소와. 시 들께서 내가 네가 세르고 지글럼요. 아르헨티나를 가서 총두직 살이야. 칠리엔 세르고 지. 거기에 있는 거랑 퀀텀 피지ክ스
quantum physicist. 저는 그런 게 있는 거 있는 quantum physicist. 얘네 그런 게 있는 quantum physicist라야 그런 게 attachment 전득면 도스. the attachment 제비나 아니 경용도 우선 그들라 그래. 근데 뭐는 때 버리죠. 저서 내 누기 따와듯이요. 난 남바리스. 제den은 남배처럼 attachment 시켜 말이스. 가래스럽나? 로술 내버려야지 하장 개심도가. attachment는 로초스 봐. 소순 대배왕 달라 차 현재 차 이런데 로초스 봐. 로초스는 로술 내버 말. 로술 내버면은 objectivity 통통 말 봐. 저서 순에 로된 되냐와 예분의 샤워를 시작했으니 오모십집에 나서 송야다 되리. 저 뒤에 인도산에 로술 내버서 시작하지 못와. 저서 왔다 로술 내서 쌤 차단 거마도 마소나 로술 내버 연구를 봐. 저서가 안데디 세큘러 에틱스야디 예배이나 디 시즈 예배이나 출루디에 팬베런 신도야지. 신 가서스네 출루기에 텐지치하지 않아 로데기도 와. 저지네. 애니 니네 양 소소마잖아. 최고탄에 헤보크리스라고도 와. 지금 너너지 거로지 너너를 제대하지 라고도 와. 봐. 다디 미마비 소도 와. 그래서 배랑 같이 하시는 소소마잖아. 지갈 때 미즈베서 아주 쉬우려서 나도 쉬우지 버렸어네. 애니 소소 아게게야. 애니 멜리아 지 가서 우리 벽이 애니 디 유지샤 들리고도 와. 그래서 들리인도 그 secular ethics야디 담보 주어이나 아니 뭐냐하네 쉐네 샤샤베 떠주디디 딘데기다 상부 연들이 코네 콘도 페야라 따담로 돼야지 되면은 최디에 차단 표시체 아니 소소 게르샤샤네 가사지 우디 직전 처리하겠다 샴딜로 줘야 책으로 所以以这种悲悯心为根本的一个就是普及化的，能够普及化的这种道德观念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否则的话呢，很容易会随着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而产生强烈的执着。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宗教之间的一个冲突了，这是相当不好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在阿根廷有一个科学的一个会议，那在这一个会议场上呢，有一位科学家，那他是量子力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位科学家，那他曾经说到了，我虽然是我的研究的一个专业是量子力学，可是呢，我不会因量子力学而产生执着或者是偏执啊。我觉得他用的这个偏执这一个字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我身为佛教徒，但是如果我对佛教徒产生了强烈的贪着，变成了偏执的话，那变成说我就不客观了。在一个不客观的一个态度的情况下，我很容易去诽谤其他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之间有冲突的原因吧。所以不能忘掉，或者是不能忽略原本的一个初衷，也就是这种第一层次的一个道德观念，这个必须要保持。那各派的宗教信仰为了能够去加强这个第一层面的道德观念，所以呢，各个宗教才说了他们的一个教义，去做更多更深一层的一个诠释。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起跑点，干嘛需要互相的争执？没有意义嘛。所以呢，哪怕我是佛教徒，也不应该对佛教的一个教义产生一个偏执，或者是产生一个 attachment， 就是执着。那这样的话呢，才能永远的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所有的事情。那客观的态度呢，像400论里面就说到了，说正助聚会，希求为文器。这句话你说到了，政治性的重要，或者客观的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忘掉了原本的这个初衷的一个好意过分的偏执，在意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话，那真的还有一个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还有呢，如果不小心的话，外表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外形或者一个服装。看起来好像在传播道德观念，但实际上它是伪装的，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这种道德的一个信念了，他没有把这个原则把握住嘛。那所以他所传授的这种道德观念，只是嘴巴形式上的一种道德观念，那不就是伪装了吗？所以以我个人来讲的话，现在我在这个法座上高高在上的一个法座上，你们对我会非常的恭敬，
所以呢，如果这时候我忘掉原本的这个原则或者自己的一个信仰，对道德的一个信仰和原则的话，我想说我真很厉害了，我什么什么等等的话，那我就变成了世间八方的一个奴隶了。那这样的话没有意义嘛？所以secular ethic 就是非宗教性的这个道德观念，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最初衷的、必要有的一个道德一个理念，一种道德的理念，这是永远不应该被遗弃的。那在这一种的基础下，我们再来用自己的一个宗教教育，再去做更深一层的诠释，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使自己的教义呢，就是才有办法让它增长，才有办法让它增上。大的呢，大家那个说，没因为人不地干呢给写的起，但 human value 是这个那种 human value，但的俺说基于好嘛的，的能做基于好嘛的，的开始不是这个人，确原来的没来的，的开始不这个的开始不是啥，但的先用哪的路途下去，俺说家家哪的就两个起的有的，的。Some professors of Delhi University, and also some scientists. Now we already carrying some sort of program, how to introduce in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about these secular ethics. 把它称为叫做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层面上来去如何推动这个普世的价值，我又把它称为叫 human value 或者人类的价值或者普世的价值，也就是我刚刚所谈到的这个第一层面的或者最初的这种道德观念。那现在呢，我们有在跟德里大学有互相的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然后我们有设计一些课程，看怎么样能够有效率的把它编排于课程的一部分。那让大家呢都能够接受到这种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性，这个跟宗教信仰是没有关系的，或者宗教信仰的一个诠释也没有关系的。呀，但是不因为的，当然是什么老定的呀，但告诉我这个请我在亚界咱们连国看的没对吧？什么亚界高，但同样情爱去，什么亚界当大的但。secular ethic 来大家概念，但出路得住开了眼睛，是吧？但是不地干的，但相应的。晋升到第二层次或第二阶段呢，那就是说，不只是外在的一个物质，那更重要，我们要关注在内心嘛，如同刚刚所说的。那因此我们谈到第一层面了。那现在呢，我们要谈到第二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基于这些上述所说的基础下，那透过个别的一个宗教信仰来去认知有什么更加的诠释，或者是什么地方可以被补充的，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我把它归类于第二层次或第二阶段。大抵哪里呀？第三入你切，今天搞不好对看个出路，当然了，得住越别出路这个，得住每个人出路这个，那得住每个人出路也哪个切开嘛？但得住越个出路哪了？哎，你今天搞不好对个出就这，今天搞不好面对个出就这，你切。但今天搞不好面对个出就哪嘞？哎呢，可是我不会，教个是对个的面对个，但是你所下去我们都什么？前的，어떤 게 아직 로스 러베이나, 다 지금 저번에 내가 그 출루 쫓아가, 다 이슈체, 가지체, 유체, 라스속에다 출루 디디 지도 거보 싸울 샤베, 다 최대 차대요래. 되네 모두가 쉬운 나라래, 야 지금 지도 거보 상배 제발했어야 되게 지도 거보 되게 되서 직시. 다 지도 거보 민중에디 아니 장전 살제 삼에 니시 셰베 난기 장전 삼에부터 직시. 되네 지부부체. 되네 상지베 셰셰. 디디 지도 거보 민중에디 체. 어다 대전도시.
那在介绍第二个阶段或第二层面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分两大类。那有一些的宗教信仰它是没有宗教教义的，那这一部分的宗教信仰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它没有教义嘛，所以没什么可言。那在有教义的宗教信仰里面，又可以分两大派了。一派的宗教信仰，他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那另一派呢，相信没有造物主的存在，或者是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那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又可以分两派：相信有前后世、有前世今生、有轮回的一派，以及否定了有轮回的一派。那以这世界现有的这个最主要的传统的一些宗教信仰来讲的话，像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回教或者是犹太教等，他们都是一致认为说有造物主的，这世间是有某个造物主而去创造的。那同样像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梵天派，他们相信说大梵天啊，那是造物主等等，这是认为，这以上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他们的宗教教义里面，相信有造物主的这一派的宗教信仰哈。那另一派的宗教信仰，它是不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的。那这一派来讲的话，大致分三者了。第一个叫做数论无余派，数论派又可以分，数论派又可以分有余无余两者。那在此指的是无余的数论派哈。那第二个呢是赤裸派那第三者呢就是佛教徒。这三者，这是属于没有造物主的，认为说否定造物主的存在的这种宗教信仰。자사 지도 거부 되게 다 주로 참을로 떠주 메자레데 참을로게다 참바다 자와 엔 대단제다 쇠바 초시 주로 참을로다 럽전할 때도가 디냠리 층에 차대요 봐 뭐는 라랑 그 주로디 삼바 남다게 라링게리나 땅 아주 통지를 여대봐 지 이슈 최변나리 있는다 가지 최변나리 있는다 대다 대라게 추규 드즈나리아 원하라 지속의 샴디 중에 메리아 팬들 중에 역사도 와 저상가 딘디 인도 참바다 자와 메시지디 다 주로 참으로 집어내셔 다데네 어산다 다 떠주부터네 애는 안 되시면 다 보는 신기다 먼저 해야 되지 자 다데네 인도 차직네 추규지 참으로 밀로 거고 여대베다 되게 아주 세쿨러 에틱시아 대학이 참바다 자와도 써바다 디디니 야 빼야 럽지 직구 인도잖아 디ቷ네 아주 냠린 투모 지겨버체 다데네 떠주면 나와지 차 지된 거 보고 요리 지된 거 보고 요 말이사 근데 그 떠주면 나와지 거 요리디 이네 떠주 디기 미유디 셔바랑 소스 지금 냠린 디디 공내 공도 빼야리야 다 그게 그래서 잡는 층이지 빼나 나도 삼월로 군조 꺼버리스 지금 거 보고 딱 바로 중기 끼고 된듯이 샤니 다대 나도 삼월로 꺼버리스 시드자네 나도 신이 되는 날이야 라왕 토네 샤왕 라메 소수 동아 세중동아 딘라오지 나 세하게 배 소수 시우지게 배지 초든 제야로 리바 슉충다니 가다 탐제배 또 군족이 다 꺼버리 사지 랑게 룡아 이수는데 군족 꺼버리 사 차윤도 자네 배 군족을 배 제집이 지르거버 군족을 이 제집에 대바 차윤도 자네 고나 세하고 슉충도도 다디 출루 상만하네 배나 세네배 난지 랑다베 보다 가도 런이 총지로 되기 레베이나 견유되지 순고로 다디 견 시드블이야 결합하게 요 말이 지득거버 거라스 직체 다 니네 지성게 지득거버 볼이야 지 대바 숙천부체네 제직베 대바체네 베 삼다 니부여버 대적이 군족이 깔이야 냐야 그러다 배 가족을 그 군족가 출신도 주야라 그 판도용으로 다 군족가 가르스로나 야르게 투주 시스템도 군족가디 참적검 상월월이야 tum부치사지 수보검사에 순고로다 다들이 인도산에
大文明照第的果断的基本吧，这是话。朝今的强制也阶段，朝今呢我年白白这个，但还说的，大都大少了呗，他不会学冲的这个。但的呢，大文明照第的怎么的讲了？用过要的，看的是什么呢？舆论占面着了，但推动占面着哪了？舆论所哪了？这个空隙面着用过的，这 cultural heritage 所谓的 culture， 真正的这当然面着用过要的，真正印度上呢，看不到吧？那所有的印度，太的参把这个得入面着的国家去。本呢，三节中间的可能给对接拿了，看到没吧？明朝有吧？有的啥呢？哎呢，泰国松啥了？中德西啥了？我到这就这里用这个了。对，中间的可能给告诉的，我呢别定，看什么老的没吧？吃过松没多啊？对接看到对呢，哎呢，本来得住以内的，大概的性别300以内加起中300加起就这里，可能看到对呢松不多啊。这是我的第别了那呢，俺是怎么的地讲了？去了台湾前呢，没通州蒙古语呗，哪里呀？说是看不到没办法参呢，得住门照的，估计都就3不下这些了。所以都是什么大本呢？去路参我老里呀，亏不起啊这个，是吧？但是我呢要的，没了偏给要的，要的什么这个什么里呀，谈话节去用多啊，以前啥都说这样的。别人那么让查下呢，别人我说忙些，我不录入个经常钱的，我们别到开了个样的，我们别到开了个这个，那你知道嘛？到我现在在呢，各位别什么哪里呀？第一季的情况的，呢的没什么的那个干的，也或者是谁的个的，是什么？所以一季钱的他，这个钱，个钱有点卡卡的说，知道这里人的。而这别人呢，俺是怎么样的讲？区域咱们这些的，所是区域的台湾钱，因为区路其他地的，俩亏不钱，都是多。现在看到俺说这区路屯地上的小就开始不是啥，我不了解这个那个嘛的，那上路强制过来的时候，所有的区路可能恰当讲700亿呢，你别投掉了的，是但这样呀的。俺说上路呀，我是当然，你我那阵去路参谋老的呀，亏不了呀，记得第一团呢，你参谋老吃不掉呀，参谋老吞不下去，用过了。但这样俺说缺点用的最，mix 一个两个这个差掉了的。虽然在宗教的教义上有不同的一个诠释，不同的一个说法，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不同的说法的最主要的根本。是来自于，因为他们都是相同的，都是要宣传一个理念，那就是爱、关怀、满足，要如何去修忍辱，要如何去知足等等的这种道德观念呢？那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回教，或者是这世界上的一些传统的宗教，为了能够减少人们心中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他们呢，都采取了自己的一种解读的一种方法，像是基督教或者是认为有造物主的这一派宗教信仰来讲的话，他们就说到了，我们都是被造物主，我们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嘛。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宣传爱或者是慈悲的这种观念，其实这也是相当强而有力的。怎么说呢？像我们在学一至3知识的时候，曾经有说到一句话，放弃了自利，完全随着善知识的他力而转。也就是说，完完全全把自身供奉给上师的时候，自己几乎没剩什么了，所有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交给了、托付了上师，让他帮我们安排一切了。所以，当您对自己的一个造物主，或者当你有这个造物主的一个信仰，你完完全全的相信上帝，你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于他的时候，这个跟现在一指三知识所说的这句话几乎是很相似的，完完全全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了嘛？那这样的话，我执怎么产生呢？不会啊，
从这个点上，它我执大大的减少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传统宗教信仰呢，都认为说这个我执会带来麻烦的。不只是佛教，而是所有的传统宗教信仰都觉得说，这种过分的把自己看太重的这个我执啊、偏执啊，这会带来问题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这样，而且确实也是有效的，确实有效。因为你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上帝之后，你自己没有剩什么东西了嘛，你就完全听顺于他人嘛。听顺于谁呢？不是随便一般的人，是上帝啊。那上帝他不是叫我们要打架吵架的，上帝叫我们要怎么去关怀别人、爱别人，要如何去知足的。所以当我们完全相信于上帝，我们自然就要相信他的话。那他给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他叫我们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要去知足，叫我们要去爱他人，叫我们去帮助他人。刚刚好就是符合了之前这个宗教信仰为什么要传播教义的原始的初意，最初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本意了嘛，就是传播爱和关怀的这一个理念了嘛。所以哪怕我们看到的是有不同的一个宗教的教义，但实际上它的背后，大家产生这么多不同的教义的最原始的一个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要传播爱和关怀的这个理念，只是大家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不同的方法是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所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想法，因此不同的方法是切要的，是需要的，是必要的。就像以我们佛弟子来讲的话呢，像佛陀并没有跟我们说你必须要相信我这句话。我们在佛教的教义里面，我们可以到三乘、四宗义等等的内容嘛，他没有说讲死就说只有这个你们要去信，没有这样，并没有这样说。那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跟随龙树菩萨，我们自视为是龙树菩萨的弟子，所以我们自视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自己的一个教义来讲的话，是属于中观的教义，但是也不会因此而去毁谤了有部或者是经部的一个内涵了，因为有部经部内涵也是同样的是由佛所说的啊。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知道一点：信与敬要分开了。我们尊敬有部和经部的教法，因为它是由佛所说的。但是这个尊敬不代表我要相信啊，我相信的是中观的思想，而不是有部和经部的思想。可以信自己的信仰，或信自己的一个宗义，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尊敬他人啊，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可以保持对他人的一个尊敬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尊敬其他的宗教信仰呢？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宗教信仰在过去确实帮助了很多人。透过他们的一套的方式，一套的一个教义，确实让很多人带来利益了。光凭这一点就足以我们去尊敬了。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必须要去相信它。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原有的一个信仰，但是在同时，跟其他的宗教信仰保持重新生出的尊敬，这个并不矛盾，还是仍然可以尊敬其他者。所以信敬这两者的区别，我们必须要分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如此，宗教之间的和谐就相当的重要了。否则的话，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如果我们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说，外在物质不是很重要，内心的世界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了内在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秉持善心，我们必须要秉持善念。讲这个人之间又互相斗争的话，那这不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吗？所以现在我们有宗教信仰了，我们现在是佛教徒了，我们是有信仰的人的，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责任，要怎么样去辅助宗教之间的一个和谐？我觉得这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了信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不可否定的，或者是不可卸下的一个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俺说哪怕哪吒拿了来，俺说的圈子下到的用多啊，偏偏区域哪吒拿了来，俺说的圈子下到的用的多啊，看到落穷潮的实体的。其实，在佛教徒里面呢，我们会用这个词啊，我们、你们啊。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的用词啊。那藏传佛教里面也时常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你们啊这个用词，这个代表内心心胸太狭窄了。呀，他的呢，当然的điều，那个是缺点原因，日么路第一个呢，当然是两个开始说呢，去路通不出来的，第二个是上面两个的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宗教信仰了，所以我们
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什么呢？我必须要去辅助宗教之间的一个和谐。呀，大点的南北区领的，是吧？就是佛教的介绍了。在经常做的南北区人家用没嘛到，真的就是咋做的人家用没什么成本多啊？你们会觉得说我是来听佛教的，才不是听你之前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这样的想法吗？呀，但三节北区啥的，哎呢，俺们就大话写的大话定中的，这把草没把它写的个，大话定中是的，其实呢，的，今天各部面对个出去的，有的这部这电子这边中，团结开那么说起来，的。law of causality 这个 central 这个 authority 是不是这个 creator 买不起来，差不多。这种 Darwin 的 theory 的找不着是，差不多就是演了的人都有多这个样子。现在的呢，第一这当然呢，就这个电子赛的团结开了么说起来的，因为的个啥长生把它的。记录你个老个，等这个呢，用这大半呢，七八就七八步的，这个这部两部是老用的啥呢？德西上大才写个多啊，但第等级的话就写多嘛吧。刚到大写的碰不了单人中开始买不起，碰不了王中个碰不了团先别大德西上写一个了吧。加上个用这个等这个。咱们记得开那个样的，因为个用这个电中式的大那边是中文说的。当三节北区个超级呢，记得各部节买不起，地图long这部的普蒙阿拉带呢，大咱们是买到碰不了王军那个都是让大药嘛的是。现在的印度山呢，三节北区个大瓦的电子这边中啊，是的差的样的。就中到嘛，我洗卡了，他电中大赛的开了个样的，第一电中的时候就这个电中的，就说但是呢，但电子这边中国印度，台湾的东岸西亚的就是建了电的中国人是，是，但是这印度就因那个了，想了东岸用下这个，想了没地方用下去用不多呢，第一这部的让了没地方用过人是吧？想了那边这个，想了那啥的，想了东岸这个，但这个呢，查阅这个的这部东岸用过的是，就是这边那个了，想了呀这个一代用这个，什么地方用呀，各地用这个，但这个的查这边呢，第这部的让了呀地级用过的是，在这里印度上呢，就这个电中给是的想呢。但人家东岸面对不的，台湾对不印度想了潘达，想了那把嘛去啥个，但潘达的了，热了想了潘达，开的潘达么都能想了那把嘛去是的，但草莓不这说，这让我到我顶中了单呢，就把草莓吧是啊，但南北去你不这里想。佛教呢强调了两个。很大的一个原则了，那就是缘起见不害行，不损害、不损恼，就是不要去伤害他人的行为，叫不害行。那所谓的缘起见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了，像是无余数论派还有赤裸派，他们虽然不主张有造物主，在他们不主张造物主，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没有缘起见。但是没有缘起见不代表说他们不承认有因果，他们认为有因果，也就是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承认的，对他们来讲是成立的。那这个因果的一个理论呢，其实跟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其实有一点某种相似之处。因如何依赖的因如何产生果，果如何之依赖因而生。但是跟佛教的这个缘起见不同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
正在经历这些因与果的一个有情或者生命体来讲的话，就以我来讲的话，这个我呢是常依自主的，它是跟我的身心分开的，所以叫做了常依自主的我。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坚持，或者是在他们的立宗上面承许了这种的内涵，所以呢，不能完全符合于我们现在佛教所说的缘起见了。那佛教的缘起见是什么呢？不只是有因果互相的一种因果的一个关系以外，不只有因果的关系以外，这一个我正在经历因果的这个我，或者这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呢，它是由生与心二运安定而有的一个假象而已。所以它否定了常依自主的我的一个想法，而说到了缘起见，这是佛教的一个见解。那这个缘起见来讲的话呢，是佛教的四派宗义都共同主张的一种见解，我们称为叫缘起见。那这个缘起最主要指的是因果缘起，所以以因果缘起见来讲的话呢，是四派共同主张的。因为有了这个见解了，所以我们深信，或者四派的宗义论师都深信，只要我们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事情，我们将来就会备受伤害，我们将来就会遇到痛苦。这个痛苦往往是我不要的，因为我不要痛苦了，所以我现在开始就不要造作任何让自己痛苦的因。让自己痛苦的因什么呢？就是伤害别人嘛，所以我不应该伤害他人，所以叫不害行，是这样来的，透过缘起见而产生的。那因为我要快乐了，所以我必须要累积让自己将来能够快乐的因。那这因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现在开始如何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快乐，我将来自己也快乐。所以呢，因为我要快乐，所以我必须要让别人快乐。所以不害行不只是单纯的不要害他人而已，更是能够帮助他人。如果帮助他人的话是最好的，如果帮不到他人的话，至少不要伤害到他人。所以这两大点，缘起见和不害行呢，这是佛教的一个不共的一个特质。当我登记这本中啊，是那个得主地团呢，当30年代的全国堂屋送用的，呢，台北市才送的，台北市送要过来，我们说东岸面对的印度山呢，东岸的吧是那个东岸的是我在，但东岸的呢，让的技术准备绝对充分的，但绝对开的时候就根据台北市的送。当我们说东岸面对的印度山呢，当东岸当俺的地东岸拿到了东岸送的，东岸就东岸，旧的东岸，都市的东岸是送多啊。加上个当俺说国家的，当都市的东岸的家吧，当都市的东岸是的西门的东岸一个早了的，加上都市的东岸3年，台来台湾就穷了，单独台湾的，真正印度单独台湾的国定的些。国定塔巴的些，国定塔巴的些呢，它的土质的些，土质的些，太阳就是见了的那用过的马到马龙就是用要马的，真正印度山呢蓝的些，现在我的国内牛牧场的军事局，南疆场的军事局，所以的早到电中的得主集团的些用的。缘起见的这个最初的解释呢，就是初转法轮、四谛法轮。佛陀为了要让他的弟子了解到什么叫做缘起见，所以佛陀呢讲了四谛法轮呢，也就是我们不想要痛苦的话，痛苦来自于哪里？于是佛陀跟我们介绍了痛苦的因，叫做极地，痛苦是由极地而产生的。那佛陀也解释到了痛苦本身的性质可以分3者：苦、坏苦、行苦这3者。行苦是其他2者痛苦的最主要的根本，所以只有把行苦拿掉，行苦断除了，所有的痛苦才能够彻底的断除。在彻底断除行苦的当下，这个叫灭地，灭除了一切的痛苦嘛，所以叫灭地。这个呢是我们要追求的快乐，也就是远离一切痛苦的那个当下。这个灭地，佛陀把它诠释为这是一个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境界目标。那这个灭地也不是无因而生、无缘而有的，
它也是要需要因缘呢，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了缘起见嘛，也是观待因缘而有的嘛。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绝非是透过一种回向祈祷就可以获得的，是必须要努力的去实践的。于是佛陀说了道地，所以从四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针对不想要的痛苦、污染的这一部分，我们叫污染地的这一部分呢，佛陀说了2个因缘嘛，苦集嘛。那对于清净地，我们想要的快乐的这部分呢，佛陀说了2个因缘嘛，那就是灭道。所以四谛的一个内涵呢，其实也是根据着缘起见来产生的。实际上的那个咱把西宋用的呢，电西我了对吧？电西强了对吧？强这部的结果的对吧？是呢，对吧？送下去吧。这在这个电西我了对吧？是都呢，新外边的就对吧？是啥？东岸是的就是，观众是的就的就是，的台湾人搞点啥子？但搞点安得拉的安就了，我都觉得嘛，的呢，这系列也越对不起了吧？是吧？top 是越对不起，但 top 是不起。但这主机呢，大部分当然性变成搞点，我都怕在这下边呢，我们如果所用的，甚至去年刚找是吧？的，加上个系列越越起了的，南电视台呢，系列越越比去年的团大对不起了，团我都就对不起了呀的，南电视这边的个系列是下跌的。实际的研究，电信我了对吧？是的，系列是低松，但系列是电视新闻呢，但定俺做了判断开要的是，当俺做了台湾的东岸个判断几个他开要的是呢，这的这呢，呢东岸写不了差是，但东岸的写不了是，观众帮了差，我帮我的差，咱们讲不了差是，但这个帮人入多的多少，韩国的帮人个是个买不起。东岸的地主的嘞，单独台湾搞不的嘞，地主的嘞是地主级的嘞，送。你不的，但这里面印度啥呢？但东岸写过嘞，观众帮过嘞，我帮我都写过，咱们搞不写过嘞，所以但咱们的写。但我呢，这的朗多主多的前边人呢，搞不开要是那边人呢，呢东岸写不是的写不下面是，东岸他的帮是呢，哪里写不下要嘛嘞？观众帮是呢，呢，拉了呢，观众帮下要嘛的时候，低速不的。三米几些的意思是说呢，是现在的三百些吧的米几些吧，三数差不多啊。我的这个电视线呢，第一个了帮人做到的，前边人呢，这部的东岸他大的用处主要去用这个的，这点不的。因此，佛在传授四圣谛的时候，或者转四谛法轮的时候呢，以3种的一个角度来去转四谛法轮的，以四谛的性质，以四谛的作用，以四谛的果实的一个角度呢，来去做诠释的。佛陀刚开始在介绍四谛性质的时候呢，其实搭配着我们所谓的根道果或者是基道果，根本的根啊，根道果。所以根道果的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实际的状况。就是实际的状况下，在实际的状况下，现有的状况下，我们要去认知什么呢？要去认知说跟自己痛苦有关的苦集，跟自己快乐有关的灭道这2者。所以佛陀在诠释四谛性质的时候，并没有多做，就是说我们要取什么、要舍什么的这方面的解释，并没有。他只是把现实的状况跟我们诠释而已。以现实的状况来讲的话，跟苦地有关的，我们称为叫做苦集。跟我们痛苦有关的叫做苦集，跟我们快乐有关的呢叫做灭道，只讲苦集灭道这4个字而已了。但是在第2个四谛作用的时候，佛陀这时候说到了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因为实际状况是如此了，加上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不想要的痛苦？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集呢？所以佛陀跟我们讲方法了。对于痛苦，我们要了解知苦；对于集，我们要去断，所以叫做知苦断集。那实际的状况，既然有灭道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灭道呢？佛陀说了，对于灭我们要去正，对于道我们要去修，所以就说了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嘛。所以在此说到了四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实际状况搭配着实际的状况，接下来是该我们要怎么去取舍的时候了。
我们如是的去取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果实呢？于是佛陀说到了四谛的果实嘛，也就是说，知苦不得知，断集不得断，正灭不得正，修道不得修。也就是说，当你彻底了解到痛苦之后，你就没有新的痛苦可以了解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断除了痛苦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已经获得解脱了，因为你痛苦完全断除，你再也不会去自身体会种种的痛苦了，因为没有痛苦让你体会了。所以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就没有新的要去断除的意思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四谛作用的时候，就是说灭谛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但是不代表说它实际上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灭谛的意思呢，就是说以大经典的一个诠释来讲的话，真正灭谛的一个内涵呢，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空性的性质，这个叫灭谛。那了解这个性质的话，叫做道谛。所以这不是代表没有的意思，是有的，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而已了。哦呀，哪排是这边着？吃饭。吃饭。